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DJ TK。今仔日咱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寒冷的時，我上愛的浸溫泉。浸溫泉漢字寫做浸溫泉，羅馬字寫做紫陰浸，溫紫碗泉，浸第3條，溫第1條，泉第5條。溫泉嘛有人講是風水。因為漢人拄來台灣的時，看到有寡所在水燒燒，一直青黃色的煙，佫有歹味，想講是啥物惡地，無啥甲接近。一直到愛浸溫泉的日本人來到台灣，台灣的溫泉產業才開始大發展。到即馬浸溫泉變做是台灣寒人真時行的活動，北投逐冬攏辦溫泉季。流行歌內底嘛，一直有甲溫泉相關的創作，親像關仔嶺之戀、溫泉鄉的義大等等。溫泉的水質嘛有幾多種，較特別的像台南的關仔嶺，溫泉是位有烏土的所在噴出來，所以有寡爛土漿淋佇水內底，叫做土漿仔溫泉。嘛有佇野外野溪溫泉，涼冷的溪水裡有小小的溫泉水浮出來，會當黏伊浸燒水，黏伊浸冷水，佮那享受大自然的景致，啊，有夠讚！佮有火燒島的釣魚溫泉，是真罕有的海底溫泉，觀光客攏愛佇海底浸溫泉，順耍看日頭出來，啊，實在介享受。浸溫泉有寡愛注意的代志，第一項是唔通浸傷久，若無起來時會目睭前烏影，容易昏去。過來是真濟人愛哪啉美露，哪泡溫泉，毋過浸溫泉和啉酒攏互血路循環加速，兩種同齊來，心臟會袂控制，造成危險。上尾要提醒的是。要入去溫泉窟仔進前，身軀一定要洗好清氣，千萬唔通佇溫泉內底淥身、燒骹，真無衛生，影響邊仔的人浸溫泉的心情。六、浸溫泉、風水、土漿仔溫泉、野溪溫泉、海底溫泉、淥身。燒骹，時間無早，我要甲朋友做伙來去北投浸風水啊！今仔日大講一句就講到這，多謝觀眾朋友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